后来继续来看台中一间国小的棒球队，这个教练来性侵到球队的小男童，至少有31个人受害。议员江和秋阁来压料，讲共迄间国小的棒球队有另外一个总教练，嘛涉嫌甲球队的女学童来性骚扰。虽然事后来离职，但是即摆阁去其他的国小来做教练。议员质疑，这教育局的通报系统是毋是有问题？国小的主任来回应，讲聘用进程拢调查，但是总教练并无任何不良的记录，会来了解到底是倒位出差错。伫咧球场边仔观察球员比赛状况，只是台中牵涉性侵教练共一间国小兼棒球队的总教练，伫咧伊担任总教练这段期间，嘛把涉嫌甲球队内底查某学生卡来手来。他熊抱呢，强制性骚扰，他是未满12岁是公诉罪呢。议员讲，当年性骚扰的案件逼出来，总教练先死掉，想要到伊是骚扰其他国小担任棒球队的教练，即马搁伫咧教。我们教育局还在帮他呢。他说没有啊，他还没有到不适任呐，他只触摸而已啦。这位总教练即马连一个国小主任解释，聘用进程有依法调查，不过无发现有不好的记录。不适任系统也没有这个教练相关的记录，所以我们有按照我们的所有行政程序做聘任。校讲，这位总教练超70岁，唔是正式的，学生有训练才会来到学校，学生和家长的反应拢真好。防野了不牵涉性骚扰嘛真意外，假使真正有无好的记录，会照合约来改评。性侵案件是愈传愈大，用这款威胁棒球队学生，若是无乖乖听话，就不会互你拍球。性侵上少31位学生教练，即马受压，新闻局叶师傅总教练嘛伫咧同一间学校界期间，甲囡仔性骚扰，互家长拢气甲鬼巴都火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